劉青雲、郭藹明尋晚夫妻檔出席活動，郭藹明仲大讚老公添。紅色係咪好襯佢咧？好靚啊！係啦，咁你俾老公幾多分啊？佢嘅100分啦，加1添。有1%啊！做乜近排默默以夫妻檔出席活動嘅？主要得閒咧，大家都咁得閒咪即係幾好啊！嚟啲有個 party 啊，有個節目啊，咁樣咪去即係了解下現世代嘅事咯。劉青雲話：下個月就會去上海拍戲幾個月，冇咁多機會見到太太㗎啦。咁郭藹明呢？王維基有冇揾你拍劇啊？咪見過面咁樣咯，都係見過一次面啊。郭藹明話：仲未同王維基傾過拍劇嘅價錢，同對方會面就係為咗識多個朋友。但係你有冇戲癮㗎？有時都會有嘅，有時都會想拍嘅，有時有啲即係好睇嘅戲都即係話如果有份都幾好啊，都會有嘅。你話好犀利又未必咯，時時咯，有時候都有啲矛盾，因為再拍又驚自己未必適應，我都驚自己唔適應。咁而家咧特別角色係特別吸引你㗎？你知。係咪青雲唔捨得俾你拍呢？我其實都唔係，佢都有即係佢都要鼓勵我去拍嘅，不過即係佢都可能佢就係即係慢慢揀咯。